寧榮街。咁啊，2025年11月嘅16號，神農之旅大旅遊嚟到呢個寧榮街。寧榮街咧就喺榮國府側邊啊，鄰近咧啊，就交通都算方便嘅。咁啊，依家天時凍咧，就人丁單薄，人流非常之稀疏嘅。啊！呢個叫許願亭。啊！依家鏡頭咁樣望返過去咧，啊，穿過寧榮街咧，左手邊咧就係榮國府嘅入口，右手邊咧就紅樓勝景。啊！呢度咧有間民宿。啊，跟住呢個澤染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冰糖烤泥上市了，暖暖的，甜甜的，很贴心，快来品尝吧！我们的冰糖烤泥选用上等梨子，添加了红枣、枸杞、蜂蜜等烤制熬炼的酱，吃梨能止咳上肺，清热化痰，滋阴补肾，美容养颜，预防感冒。冰糖烤泥纯天然无色食品，营养美味，清甜可口。老少皆宜，欢迎品尝。啊！喺呢個寧榮街，寧榮街有間叫行昂雜貨鋪，啊，門面咧就好多燈籠嘅。啊，我好欣賞佢入邊有啲咧剪紙，啊，係屬於非遺嘅剪紙，好值得介紹下嘅啊！啊！一入嚟咧，對到正咧就係啲剪紙啦。喺出邊嗰陣，買啦！嗱，尤其是呢啲咁細細隻呢啲咧，佢價錢好平啊！呢啲價錢咧好平嘅啫，20幾蚊個。咁如果俾我揀嘅咧，我就會揀。即係如果你喺香港嚟講咧，你20零蚊咧，魚咯，你買唔到呢啲咁嘅。呢個我就唔會咁多中意嗱，好實淨嘅啊！膠碗。喺香港嚟講咧，通常都冇咁樣表俾你嘅。呢價錢好相宜，28蚊。嗱，呢啲就髮簪啊。
如果係反我兩個福字，髮簪都係59蚊嘅，咁就呢個咯。係好靚添。係啊。支付宝到账，按支付。 OK。嗱，好似而家前面呢啲10零蚊嘅啫，呢個係正啊。所以大家嚟到咧，值得入嚟參觀下啊！買嚟當手信送俾朋友都好抵。嗱，好似呢啲咧，9個9嘅呢啲啊，呢9個9呢啲啊。實在冇錢實先。啊，幾靚！好啦，大家嚟到啊寧榮街咧，就要入嚟參觀下啦。嗱，呢用咖啡豆砌出嚟嘅啊，跟住咧呢個棉花啦啊，呢用棉花整出嚟。一來佢個福字啦，二來佢係12親照四四方方啦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榮國府個出口啊。嗰個通窿，每度個通窿發唔同啊！如果你係花紋啊，或者兩邊對稱嗰啲，你始終係嗰個花紋係一樣噶嘛。佢就始終冇第二隻，就只得一隻。嗰個片靚喎，可以取上咗。咁炒咗之後，跟住喺度炒緊香棗茶。他朋友来吗？不是他朋友的妈呀，还是他朋友带他妈？光有他妈，没有他朋友是吧？聊两次，他们好聊法，你做这个呀？好吗？老花把吃这个拿好啦，寧榮街呢個視頻呢就介紹到嚟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